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nson。咁今日我哋嘅練習係比較靜態嘅，我哋會一齊做一做呼吸練習。咁我哋嘅呼吸練習就係觀察呼吸啦。好，慢慢坐一坐直，放鬆膊頭。我哋唔需要控制呼吸，我哋嘗試自然嘅鼻哥吸氣，自然嘅鼻哥呼氣。接納你每一個呼吸嘅形狀唔同，有時會快啲，有時會短啲，甚至乎可能會有暫停嘅現象。自然呼吸，一齊做多30秒。將你嘅自然呼吸返嚟手腳，我哋慢慢雙手着手板，用隻手去按下你覺得今日比較攰啦、比較緊嘅地方。好啦，咁我想提多一次啦，我哋今日嘅練習咧，我哋會比較係一啲靜態伸展。咁當你進入咗個動作嘅時候咧，我想你好似啱啱嗰30秒咁，俾自己自然呼吸，俾自己盡量接受你呼吸嘅形狀，一路留意住佢呼吸嘅變化，就係咁啦。好，我哋而家咧可以轉一轉腳，用個手指托起個下巴向上。3、2、1，手離開，雙手咧放喺後尾枕頭揼低，我哋背脊坐直嘅，頭向下，拉緊個後頸嘅伸展。好啦，提多次啦，我哋嘗試一路都會係自然嘅吸氣，自然嘅呼氣，伴隨住後頸嘅伸展。慢慢頭顎高，左手放落地下咧，我哋將隻右手吸喺頭嘅側邊，慢慢將個耳仔放去右邊膊頭。好啦，坐穩啦，左手有輕輕力向下撳，右手輕輕撳低個耳仔，自然呼吸，頸側伸展。3、2、1，留意用隻右手慢慢托翻起個頭，係啦。咁我哋個頸咧會相對安全啲同舒服啲翻嚟。回正轉邊，右手放低，將個左邊耳仔咧撳落去左邊膊頭方向。係啦，自然呼吸，感受右頸伸展。4、3、2、
慢慢托翻個頭翻中間。好啦，然後慢慢雙手捉住膝頭哥，我哋將個心口推前。係啦，頭殼高應該 OK 嘅。如果你唔舒服，望翻前邊，心口推前，背脊拉後。心口推前，前方如果係12點方向，我哋慢慢將個身拉去3點右邊嘅方向，然後拉後去6點嘅方向，再去9點嘅方向，返12點。我想邀請大家喺呢個位置咧，打圈嘅時候，如果你有一個位置你覺得比較緊嘅，你可以停留喺你覺得比較緊嘅地方，然後自然呼吸。又或者選擇2，你可以繼續喺度打圈轉個軀幹，5秒後反方向。好啦，慢慢反方向，同時一樣啦，慢慢打圈，12點、9點、6點、3點，你可以一路繼續喐，或者停喺一個你覺得比較緊嘅地方，保持呼吸。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背脊拉翻直。好啦，隻腳你想轉可以轉一轉，我哋喐埋個 pat pat，雙手放後邊。好啦，我想轉一轉腳。好，我哋個 pat pat 唔使拎起嘅，我哋純粹揾下我哋個尾龍骨。好啦，尾龍骨好似一個尾巴咁。我哋 pat pat 繼續黐住地下，將個尾龍骨個尾巴咧想指上天花板，然後將個尾龍骨想指落瑜伽墊。你見到我個 pat pat 繼續喺地下咧，然後指天，好似12點嘅方向，個下背好似拱咗少少嘅感覺，指地6點嘅方向。你見到我下背好似會趌翻鴨仔 pat pat 嘅感覺，然後指上指落，慢慢順時針由12點指過去3點，落去6點、9點，返12點。反方向。3、2、1，好啦，慢慢放翻鬆咧，我哋隻腳向前伸直。好啦，你覺得隻手咧啱啱有少少壓力，可以鬆一鬆個手腕。好啦，然後咧我哋而家兩隻腳伸直上前啦，我哋右腳曲膝頭哥放平落地下。好啦，我哋做個前彎。前彎咧，我哋暫時想隻腳只係指上去嘅。然後如果你有需要可以捉繩啦，或者其實撳住隻腳，太緊隻腳曲少少，然後慢慢拉低個肚，放鬆膊頭。然後喺呢個腳趾向上嘅時候咧，我想大家慢慢隻腳打圈。同樣地咧，你可以睇下邊個位置，好似比較少喐到喎，你可以停喺嗰度，自然呼吸。喺成個時間嘅分佈咧，你可以繼續喐，
或者停留喺一個你覺得你決定嘅位置，有空間接低啲，隻腳拉直啲。10秒。3、2、1，慢慢撳起身。我哋將隻腳慢慢拉起去，按下去，可能按下小腿啊，或者按下大髀。然後我哋將你隻右腳穿入去。選擇1，我哋隻腳沿路踏喺度，或者你想拉多少少個左邊 pat pat，可以踏隻腳過去外側。坐一坐直，右手攬住，將個身體咧轉去你空間嘅左手邊。係啦，你可以再望後啲啦，轉多啲啦。係啦，自然呼吸。現在你嘅身體有種旋動嘅感覺。亦都好似啱啱咁講，如果你踏腳去右邊咧，可能你會感受到少少你嘅左邊 pat pat 嘅伸展。慢慢望前翻嚟，抱起你隻左腳，將你高嗰隻腳慢慢抱起。好啦，我哋以腳踭為個指揮點，個腳踭可以拉入肚臍方向。你想拉多啲，拉去近心口方向。如果你覺得太緊啦，低翻少少，將佢拉入嚟，輕輕坐直。同樣你隻腳咧可以有少少打圈自由喐動，或者停留。保持呼吸。3、2、1，慢慢放鬆，我哋所有腳手放鬆，我哋做埋另外一邊。好啦，而家一齊將你嘅左腳曲膝頭哥，左腳放平，向前。好似啱啱嘅練習咁，我哋可以隻腳腳趾指前，腳踭推出，或者指下左，指下右。肚低到就低啲，隻腳好緊，曲少少，揾個位置停留，或者繼續喐。自然呼吸。3、2、1，慢慢撳起身。將你隻右腳動起，停一停。好啦，左腳拉入嚟。如果你啱啱冇踏過去，我邀請你放翻喺原位得啦。你有踏嘅，你可以踏過去，然後用隻左手前面攬入嚟，右手放背脊，慢慢望後，自然呼吸。3、2、1，望前啦，一樣慢慢拎起你隻右腳腳踭，揾個位置停留，高啲，
係啦，掹入嚟坐直。點樣抱唔緊要嘅，咁抱又得，包住抱又得，穩陣就得啦。輕輕坐直。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鬆翻開隻腳。好啦，我哋會慢慢瞓低，我哋會拉拉膊頭。我想示範一次我哋做嘅動作，咁你望一望鏡頭我嘅，然後咧我哋就瞓低，聽住我嘅聲音，有需要望一望個熒幕。好啦，望一望我先，我哋會趴低向下啦。我哋會將隻右手打橫嘅。如果你右手覺得握住喎，你可以鋪啲毛氈喺度。右手打橫唔太高唔太低，然後慢慢將個心口轉去左手邊。係啦，咁你見到個 pat pat 可以褪翻中間咯，慢慢將個身拉後，左手撳地或者放背脊，停喺度，拉到個膊頭，然後做完之後咧，趴翻低。將隻右手穿入去，紮住就可以啦。咁做完呢兩隻手咧，我哋反翻轉，瞓低唞一唞啫。好啦，如果 ready，我哋一齊瞓低，右手打橫。好啦，然之後望多少少隻手打橫之後，心口轉去左手邊，褪一褪 pat pat。感受到你而家膊頭內側位置伸展緊嘅地方有慢慢自然呼吸。3、2、1，慢慢趴翻低，將你隻右手咧穿去左邊，將個心口向下扎低10秒。慢慢 release 咧，我哋做埋左手啦。你有需要可以喺度停留一陣間。左手打橫，好啦，望下隻手水平啦，然後心口轉開，停一停 pat pat，係啦。總之向後跌咧，你個膊頭內側會有少少伸展，唔好令到自己太辛苦。啱啱講咗，我哋一路留意住呼吸，係啦。如果呼吸話俾你知你好辛苦咧，你咪撳翻低少少咯。如果你覺得可以，你自己再轉開多少少。慢慢翻嚟 counter 翻左手，穿開佢，心口向下扎10秒。3、2、1，慢慢鬆開，心口向天。我哋隻手咧打開，隻腳曲膝頭哥，然後喺膝頭哥跌右頭望咗。3、2、
一轉邊，膝頭哥跌，左頭望右。三、二、一，翻嚟中間，每邊做多一次。轉邊，翻中間，我哋雙腳雙手伸直，停一停喺度休息，雙手放喺身隔離，手板向上，隻腳瑜伽墊左右咁闊，膝頭哥腳趾慢慢跌開，可以輕輕喐動下我哋嘅身體咧。個身黐地下多少少，感受下身體嘅重量，同個地下咧又互相承托，頭、肩、手、腰、腳，呼吸。我想大家繼續留意呼吸嘅變化。如果你覺得有需要真係休息，你可以合埋眼睛，停咗去休息一陣間。如果你覺得都仲可以喎，我想大家好放鬆咁繼續留意呼吸出入。快慢，可能每一次都唔一樣。接納你而家嘅呼吸形狀。你想可以唞多一陣間，暫停咗佢。如果你想喐返，慢慢喐手喐腳，慢慢喐動下身體咧。我哋拍埋隻腳，手舉高，我哋伸一兩個懶腰，吸氣伸直個身 ，stick pose。呼氣放鬆。你可以做多一兩次，吸氣，呼氣，慢慢曲起隻腳啦，打側去你舒服嘅位置坐起身。自然呼吸同有意識嘅呼吸，兩樣都係一個我哋都可以去練習或者去認知嘅一個方向。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將我哋嘅自然呼吸放喺我哋生活入邊。今日分享咁多啦，謝謝。